日新闻杂志继续要来介绍两位惊神人的故事。44岁刘佑成曾经出入到家乐3届，出狱了后，伊利用伫家乐学到的烘焙手艺，做两卷做胖，豆豆来拍出着知名度。即摆就从检察官拢变做伊重视的顾客。那51岁黄银婷，过去是警方治病扫污的对象。伫铁桶内底，伊开始来画图。10月当来，得奖的作品有100多件。去年假释出狱，以中华校园来进修着美术的课程。两位惊神人的第二人生，来看因的故事。少年袂晓想，有几个摆出入家乐，失去自由。浪子回头，举笔学烘焙，重新找回人生。画画，咱有得到足侪第一次的啊，嘛是一种另外的一种鼓励啊。上至少在这个艺术的一页，还看得到我们的名字。烘焙它是我重新的开始啊。虽然说它虽然是很累，我觉得它还非常值得。天未光就开工，面有必须的笑容，这个人是烘焙师傅刘佑成。面包出炉，充满香味。透早就甲高温的烘炉做伴，早已经规身躯冻干。逐工至少要做6、7款的胖，若无用起来，差不多拢无停炉。这骨力变成我，是因为有一段晃动的过去。因为我的那个案件很多了，还某种的那些因素，我甲入去来在关。我做黑道的3摆因为案件入狱，刘佑成前后互人关9年，捌过失去自由的日子。伫台南家乐服刑期间，伊悔悟改过，嘛就此开启伊的烘焙人生。你若像阮安尼蒸有无？上快紧，迄1分钟我就咱蒸到36支。较早迄咱伫外口伫赚的钱，迄就是人你讲，迄就是拢三大笔钱。啊，所以讲哦，迄个时阵伊咱家去想讲，台南监狱哦，伊的单元改有定啦，迄无我全报名看卖啊。伊我甲开始慢慢仔讲哦，行去烘焙一条路啦。利用伫家乐学着手艺，出狱后刘佑成成为手工2卷为生。熟悉太太陈嘉如，两人做伙拍拼，不过创业的初期，又拄着真济难关。北部这边人的话，对蛋卷的部分可有可无啦，因为它不是3餐必要的东西，所以那时候他开始做的时候，生意会很不好。但是他那时候衍生了一些东西，像蛋卷冰淇淋，那生意有比较好，但是也是不太 OK。哦，你来啊？系啊，好。等你，啊无阮兜拢无粉啊，要无啊？哎呀，我是第一道出来伫外口做这种正常经理啦。不管讲好歹，伊咱拢爱去啥去接受啦。上届早伊的时阵，迄我第一道迄伊出去卖啦，我做100粒面包锤，合卖3粒的。结果底下伊的这种经营连续几个月，迄个时阵咱第咧是讲，是讲啥咱的原料有问题，也是讲是咱的介绍伊的问题，恰起来就是咱的技术和咱的啥原物料迄伊的问题。迄个时阵哦，我甲慢慢来去上课安尼。哎呀，因为好的面包它才会这样啊。如果说你是那个爱蓬松的，它。我不是大叔父啊！景料制作、行销，各项拢爱为头学起。而且排单艰难时期，刘佑成骨力无放弃的毅力，更加开启一段特别的缘分。对啊，最近生意安怎？生意哦，就有差啊，伊就疫情的关系有差。因为他这个疫情哦，还因为那个很多的公司，他们就是暂时那个不开。啊，我原来是要转过咯，伫我拄无要做啊，伊的时阵哦，之前迄伊捌甲问讲啊，你伫遮做好无？无好就是无好啊，迄我甲你骗的，迄嘛无法做啊。啊，毋过
到迄个时阵，迄伊就是讲哦，啊，无我叫一个人来甲你上去斗三工。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他的招牌写大哥蛋卷，然后以我们的职业的敏感度说，你是不是南监出来的？因为台南监狱的一监所谓特色是蛋卷，他今天有要向善，我们当然请全力来帮忙他，所以透过朋友、亲友的团购，他也很上进的去学习其他的技能。你要食我妈的不？来，切。新竹地检署检察官柯大伟热心替刘佑成找资源，今卖以商品为手工两卷，增加到各种的手工棒，并且固定到科学园区、社区去摆摊，脚步总算慢慢啊翘于在。他没有让我们失望，是考到丙级、乙级。后来我对乙级也不是很了解，我说，乙级是什么东西啊？乙级非常难考哦。我说哇，真不得了。他说比司法官还难考。我说哦，好厉害。他这样一路走来的话，我们观察过了，他确实是一步一脚印的。我们也常常给他鼓励啦。他有时候是说他工作上有一些挫折啦、困难啦，那常常也是在我们办公室来。那就跟他讨论啦，或是给他一些建议。手作工作室慢慢啊拍出知名度，虽然拄着疫情，生理受到影响，不过刘佑成依然继续开发新产品，四季去上课学习新技术。回到社会，今嘛已经7档外，伊成功走出家己的终生之路。较侪人伊个你甲我斗三工，咱嘛是爱互伊一个，唔茫讲吼，像阮这种的，唔是讲你无法度，只是讲我迄你愿意，迄甲你无愿意。你若讲愿意的话，伊会去开一片门哦，伊要互你行。还是需要一些那个公司啊、行号啊，一些社会人士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不要用有色的眼光去看他，也是需要支持。构图很难，你看这一幅画底稿可能要修1、20次。同款是经生人51岁黄仁庭，这是瓦口艺术开启无同款的人生。笔路真幼，用稳重的色水去点，一笔一画，画出身上的心情风云。一笔一画慢慢去画的时候，你马上对囤迄个时间，你也看到一个成果，好像人生也是一样，你要慢慢去堆积的。将画图比作人生，这是黄仁庭经过10多档的铁窗细管体悟到的心境。黄仁庭较早捌互警方列为治病扫恶对象，牵涉到真个重大刑案，捌弃保逃走。2014年时，牵涉到枪击杀人，最后甲警方爆发枪战落网，被判15档，入到台中加甲服刑。我是安怎会讲？咱是对死人堆坟墓出来，是因为我一度是要结束自己，是现场攻坚，知影反抗也走不掉了。我对我家己开枪，结果是卡弹。尾也是因为一内底开始去画图，接触一下个厝的，无甲咱放弃啊。反正规路陪咱点点啊行。加入家教内在夜班放下多情的手，抓画笔，透过创作，将对厝内人思念甲自我的反思，感情比画较高。15档落个生涯，黄仁庭都画足足14档，这种作品超过100件。我画伊是那种看外面的世界好奇，过我表达是较正面的，有很多梦想，还迎向光，有希望。是想到自己是个小朋友。对，小朋友有时已经从这么大长到那么大了。入去关，咱有去检讨咱家己，包括讲过去的懵懂的冲动，去做一项甚至是不应该做的工作。咱会晓想，像过度安尼，了去过咱的人生，搁袂安尼。2019年1月，黄仁庭成功假释出监，高中读无头的伊，中华校园读美术进修班。大哥上老师的课多久？好几年了哈。不是他不是留级的哈，他是跟老师学的。现在那是多位4年了哈。我从他的作品最早就是说，我看的作品是没有生命的，就是抄图像画图像。凌晨有一个好处他会把一个图像转化他自己内心，这是他进步的地方。
龙珠会头无嫌晏，也无表示未来应用免费的艺术教学回报社会，来打破外界对经生人刻板的限制。因为若讲我所拄到是要出手的人少啦，一直拢徛观望的较侪。伊就是要看讲你这种人，有可能做啥物代志出来。啊，对我来讲，我会想讲袂要紧，这是人性嘛。我会想讲我做下你看。经过轰动岁月伫家学中蜕变，经生后的第二人生，因学习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拍拼生活。虽然回归社会，就业无成，拢会面临层层的挑战，甲无共款的眼光。因为刘有成甲黄仁婷，一日用画笔铁过人生面对家己，一日用面册找到自我，开创新生。因用自身的经验来证明，拍破围墙了后，决定来，嘛会使活得充实精彩。烘焙它是我那个什么，还重新的开始啊。它虽然是很累了，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值得。我若讲有才调，咱得来上去帮助，更加需要帮助伊遐的人安尼就好啦。我敢若希望我的人生活了精彩就好了，唔免讲像人啥物历史留名还是什么，但至少不要虚度咱们这些人。